迎收睇 Travel by Ice 頻道。埃及之旅嘅第11集呢，我哋就開啟 Luxor 嘅行程。今集為大家介紹嘅呢，就係卡納克神廟。如果你中意我嘅影片呢，記得按讚同埋訂閱我嘅影片，等我可以分享更多旅遊嘅資訊俾你。卡納克神廟呢，佢唔係淨係一個神廟咁簡單，佢係呢由一系列嘅神廟啦、塔門、方尖碑同埋聖所組成嘅。佢係現存埃及最大嘅神殿群，曾經咧係埃及地位最高嘅宗教中心嚟㗎。主要係用嚟崇拜底比斯三神，分別就係太陽神阿蒙、佢嘅妻子穆特女神同埋佢個仔孔蘇月神。卡納克神廟係由古埃及中王國時期開始起嘅，咁一路延伸到去新王國時期。咁喺中間經歷咗1500幾年嘅擴建，而我哋而家見到嘅主要建築呢，當年呢就係集中喺新王國時期嘅第18王朝至到第20王朝嗰陣起嘅。我哋而家所處嘅位置呢，就係叫做公羊大道。咁兩邊我哋就見到有獅身羊頭像，獅身入面像我哋就聽得多啦。咁點解呢度係羊頭呢？咁係因為羊頭係太陽神阿蒙嘅其中一個象徵之一。而留心啲睇下呢一啲獅身羊頭像嘅下方，仲有刻住一個小小嘅法老像，寓意住呢法老係受到呢個阿蒙神嘅庇護。咁經過完呢個公羊大道，我哋就嚟到卡納克神廟最外圍嘅第一道塔門。穿過呢個塔門，我哋就會嚟到第一個庭園。啱啱嘅庭園入邊呢，本身有一個叫做塔哈卡涼亭。咁佢因為倒塌咗呢，我哋而家就係見到中間有一個比較大嘅柱，但係其實佢其他9條柱呢都已經冧晒，淨係得翻個地基喺度。呢個庭園嘅右手邊呢，我哋會見到一個拉美西斯三世嘅神廟。都有自己嘅塔門、庭園同埋柱廳，所以呢個卡納克神廟呢，就係一個最大嘅神殿群，佢就本身就係一個神廟，然之後佢入邊呢亦有好多唔同嘅細嘅神廟。咁喺塔門兩邊嘅雕像就係拉美西斯三世，然後入到嚟呢，我哋仲會見到有好多尊拉美西斯三世嘅雕像呢，圍住呢一個神廟。呢度呢，就係神廟入邊嘅柱廳，我哋可以見到呢，每條柱都係有雕刻嘅，但係好多呢都已經剝落咗。咁呢，連佢上邊呢，天花板嘅位置呢，都係有雕刻。我哋呢就嚟到成個神廟最入邊嘅部分，傳說呢度都有可能呢曾經係用嚟擺放聖船嘅地方。然之後我哋就嚟到第二道塔門，咁呢一個門呢，佢兩邊呢就有2尊拉美西斯2世嘅巨石像。咁我哋見到因為其中一尊遭受到破壞，所以而家只係剩翻1尊喺度。而呢個巨石像嘅腳邊呢，就有佢老婆嘅細個嘅雕像。經過呢對門之後呢，我哋就嚟到卡納克神廟最令人嘆為觀止嘅部分。
呢一個柱廳一共有134條呢個巨型嘅石柱，而且每一條石柱上面呢都有彩繪嘅圖案。但係經過因為長時間嘅日照呢，好多嘅顏色已經脫落咗。咁正中央呢兩排呢，一共有12條，佢哋係高大概21米，咁佢嘅直徑係超過3米，所以一個人呢係絕對攬唔住呢條柱嘅。咁我哋岳高頭睇下呢，而家仍然可以見到呢，有部分殘留嘅彩繪天花板，畫住一啲星空同埋一啲宗教嘅圖案。而當初呢度仲有屋頂，但係而家已經坍塌咗，所以依家陽光呢可以直接照射落嚟，咁樣形成咗一個好好嘅光影效果。更加古老嘅塔門。咁我哋就會喺呢度見到圖特摩斯一世嘅方尖碑，哈塞普蘇方尖碑，佢係為佢嘅父親阿蒙神所立嘅。咁呢係現存埃及最高嘅方尖碑，高達29.5米。咁我哋行出成個神廟之後呢，我哋就會見到一個聖湖嘅部分。咁湖水呢，以前就係用嚟做一個宗教儀式，同埋滿足祭司嘅生活所需。卡納克神廟呢係超級大。咁除咗啱啱頭先提過嘅主要參觀嘅區域之外呢，聖湖附近呢仲有孔蘇神廟同埋聖甲蟲雕像。聖甲蟲呢係古埃及係代表 good luck 嘅意思，所以呢，你會見到有唔少人呢圍住佢轉圈。就係為咗獲得一個好運。值得一提嘅呢，就係卡納克神廟呢，佢有提供夜間參觀，用一個燈光 show 嘅形式結合埋音樂去講述成個神廟嘅歷史。如果喺呢度 stay 得耐嘅話呢，可以日頭嚟參觀一次，然之後夜晚再嚟睇呢一個燈光 show。如果唔夠時間，又係夜晚機到或者夜晚船先到 Luxor 嘅話呢，就可以直接一落船就嚟呢度睇佢夜晚嘅燈光 show 啦。